这力道何止千金，但是单凭蛮力是不可能赢过我的。我有的是蛮力，所以才担当先锋。至于杀人，是他的工作。残兵这么强的吗？看来雷赫昂还没使出那招。真的有希望赢过吕布吗？可怕，真是强的可怕。怪不得连行事万无一失的许林也。残兵果然名不虚传。吕布也名不虚传啊，连马屁也拍得比别人响。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连招之下活命的人，也会是第一个取你们性命的人。